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，我是苏眉，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。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风台消息。风台凯米今日下晡是已经变强，成做中度的风台。气象署预计是拜三、拜四会上挖进咱台湾有可能的定律。到时阵，全台湾大部分的所在拢有可能会靠强风变大雨，提醒观众朋友都要做好防灾准备。出日头的好天气，宜兰头城乌石港坐船上海岸的游客真多。不过，甲宜兰的风平浪静无共，日下昼的东部外海风影渐渐增强，这是因为凯米风台一波一波向台湾方向前进，搁增强为中度风台。改采一个比较偏向于西北的方向，逐渐的朝台湾东北角的陆地前进了。礼拜三、礼拜四，目前是来看台风影响台湾最大、最巨的时候，全台湾都可能会有强风豪雨出现。中部、北部、宜兰的影响，还有包括马祖的影响是最大的，但是其他地方，包括南部、澎湖也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出现。气象署指出，根据上新路线预测，有个拜三早起，暴风圈就可能吸到陆地。迄天半暝到拜四头早有机会伫宜兰登陆，不过为今暗开始，北部、东北部就会陆续落雨，影响上剧的拜三、拜四全台拢有强风大雨出现。10级暴风圈应该有机会会 cover 到我们这个桃园以北到宜兰这一带，10级以上阵风可能是很容易出现啊。主要的强降雨区域大概是在台中以北，另外是中部跟南部的山区，特别留意它的降雨的一个状况。另外，什么时阵发布海上潮象警报？气象署预估海警可能伫22半暝到23透早之间发布。陆警可能是23的中昼到尾仔之间发布，预估拜五风台会远离台湾，进入中国，不过中南部地区也是会有局部大雨，还是大水雨出现，提醒民众做好防台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镜头往来看，美国的总统大选是出现关键性的变化。现任的总统拜登宣布退选，支持伊的副手副总统贺锦丽接手来竞选。拜登是强调讲，把这参选的资格让予更较好的人选，伊会专注伫咧伊剩的任期，安尼做是上符合政党甲国家利益的。在政党预定的参选人伫咧遮尔晚近大选的时间点退出竞选，是美国从到大毋捌发生过的代志。And I am all in. 加挂保证参选到底无偌久，就情势有变化。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日淡出惊撼的消息，宣布放弃竞选前进。拜登伫声明中讲到，虽然伊想要寻求连任，不过相信退选上符合政党甲国家利益。伊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接替参选，代表民主党对抗川普。I don't walk as easy as I used to. I don't speak as smoothly as I used to. I don't debate as well as I used to. But I know what I do know. I know how to tell the truth. 拜登的举动互全球行一条，因为一直到宣布退选的前一天，伊犹原坚持这礼拜会恢复竞选活动。多年来转变，恐惊是党内的逼宫压力已经禁袂掉。过去一段时间，拜登因为辩论非常的灾难性表现，加做众人批评的目标。Dealing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to do with, look, if we finally beat Medicare. 讲话提吐吐声音无清楚，甚至用词错误。拜登顶个月底甲共和党对手川普的提前辩论，无提前落个真久的民调，颠倒互伊搁较陷入81岁年岁上大无法度适应的困境。事实上，拜登健康状况欠安的积极，就任无偌久就开始浮现。要伫公开场合行路无稳，甚至跌倒，也是甲人互动的时，呈现精神无集中的情况。一寡互媒体甲对手电影一再放大，也互拜登回应相关问题，感觉真忝。How bad is your memory, and can you continue as president? My memory is so bad, I let you speak.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undergo an independent medical evaluation that included neurological and cognitive tests and release the resul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? Look, I have a cognitive test every single day. 民主党官员对拜登健康的积极只是台面下的小道。辩论会了后，先去做台面上的斗争。迄当时拜登犹原想要互换败声音恬静落来，也不过较侪保证，拢挡袂掉小连续4、5个伤害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resident Putin.
President Putin. He's going to beat President Putin. President Zelensky. I wouldn't have picked Vice President Trump to be Vice President, but I think she was not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. 伫北约峰会连连失言，党内同志就算想要挺拜登，也唔知要安怎做。了后，川普伫造势场合发生互全球惊一条的枪击案，选情佫较是不利拜登。佫较严重的是，拜登伫这个时间点佫传出二度卡诊。拜登假日休困的同时，民主党的抗体人数已经超过20回。媒体佫较报道，原先挺拜登的前众议长佩洛西反过来关注议员的选情会互拖累。前总统奥巴马也承认拜登的胜算无大。民主党的主要观看者佫较放话，拜登唔退选就党嘅捐款，各界压力排山倒海冲来，总算互拜登赢袂掉。I didn't anticipate things getting so divided. And quite frankly, I think the only thing age brings is a little bit of wisdom. And I think I've demonstrated that I know how to get things done for the country, in spite of the fact we were told we couldn't get it done. 离大选投票107天，拜登退出这一场，予伊心力拢真忝的选战，加做美国当代罕见放弃连任的在任总统。这位81岁政大老将，就要结束超过半世纪的政治生涯。伊按年退场，对民主党的利弊得失有缘有态，后手观察。公司新闻7万人朋友。原本坚持选到底，总统拜登正式宣布退选，点名副总统贺锦丽来接手参选。咱来看各界反应。伫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，抗体阵营的前总统奥巴马发表文情并茂的声明，俄罗拜登一向未为战斗中脱逃，伊决定将位传予后一个候选人，是基于对国家甲人民利益的考虑。前众议长佩洛西发问俄罗拜登以国家为重，留落的团结甲事迹会延续伊的政治影响力。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输别，俄罗拜登是真正的爱国者。拜登的家人也发表声明，因为非法期庆案，被判罪名成立的细汉后生，向着拜登感性表达父亲担任公仆长54年，甲人民无距离，会听过承受大众的痛苦。那川普做着庆祝山城市起来的事件所在地宾州，州长夏培罗推文表明，会全力协助副总统贺锦丽坐上总统大位。敌对的共和党前副总统之年的查某囝雷祖之年，俄罗拜登将大局放伫自身利益之上，伊的偏见甲厌恶是美国前进的力量。各国元首也表达对拜登的感谢，佮支持伊的退选决定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推文讲，感谢拜登伫史上上戏剧性的时刻，帮助乌克兰阻止俄国占领。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俄罗拜登和美加前期佫较深，也佫有拜登主导的新印太战略联盟关系的三大边国澳洲、日本甲英国，也肯定拜登对世界特殊的贡献。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a great friend of Australia, and that will continue. Deserves today, I think, to be recognised for once again not putting himself forward. いずれにせよバイデン大統領として政治的に最善の判断をする、そういった思いでの判断であると認識をいたします。面对拜登的退选，南韩总统尹锡悦日前幕僚李表示，南韩会继续甲美国合作，深化双边关系。特别竞选连任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讲，拜登退选是上正确决定。德国总理肖兹讲，拜登是老朋友，是北约组织重大的关键力量。波兰总理图斯克甲西班牙总理桑切斯，俄罗拜登为乌克兰战事做出困难、佮正确的应应决策，捍卫世界的民主甲自由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拜登宣布退选，点名副总统贺锦丽接受了后，民主党网络捐款力量向抢悬，募得超过5000万美金的捐款。今年59岁贺锦丽是美国有史以来头一位女性甲非裔的女总统。除了拜登甲点名，民主党内真侪大咖嘛出声甲支持，包含前总统克林顿、前国务卿希拉蕊，也阁上无受超过71位国会议员甲7位州长甲小天。不过目前也无法度确定讲是由贺锦丽代表民主党出来选，也是有其他声势袂歹的人选，就要等党代表大会正式甲提名才有准算。
也若是根据目前 CNN 做的统计，何锦丽甲共和党的对手 Trump 的民调是敢若差一丝丝啦尔，何锦丽47%，Trump 48%。美国的媒体就在讲，若是到时阵真正由做过加州州检察长法界出身的何锦丽来对战 Trump， 就变做一场检察官甲刑事罪犯的对决。总统拜登宣布放弃竞选连任，佮表态支持副手何锦丽，加入民主党2024的总统候选人。何锦丽透过声明讲，拜登的决定是无私甲爱国行为，伊会努力争取佮赢这项提名，全力团结民主党甲美国，打败川普甲激进派2025计划，佮向支持者发声，咱佮有107天，咱斗阵战斗，也斗阵赢着胜利。Looking back at 2016 and Hillary, she did win the popular vote by close to, I think it was over 3 million. And so I believe that if she can get her campaign right, that she may be able to pull a few swing states and win this election. 虽然这是为1968年以来民主党第一场开放式全国党代表大会，按过前总统克林顿甲前国务卿希拉蕊为主，真侪位重量级的民主党人，50州的民主党党部主席拢公开支持何锦丽参选。民主党的线顶募款网站指，伊暗时为原本的每点钟平均无到20万美金，钱是一直以来无超过5000万美金的捐款，创2020年大选以来民主党一天上悬的募款金额，佫是募款网站史上一天第3悬的新纪录。出身民主党世家，即摆脱党用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小罗伯·甘乃迪，都明白表示，这一切拢是为着钱。They're doing it because it's the easiest way to hold on to the money. She's a war hawk. The Democratic Party was always the peace party. Kamala Harris is a war hawk on Ukraine. She's a war hawk on China. 在加州奥克兰出世59岁何锦丽，爸爸是来自牙买加，妈妈是来自印度，毕业伫霍华德大学甲加州大学旧金山法学院，是加州第一例非 A 地区检察官，第一例非 A 州检察长。2016年成功选调联邦参议员，2020佫成做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性甲亚非 A 副总统。按过外界认为，过去4年伊的表现无甲人好，亲像伊上早被指派负责处理美国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，连续事故甲错误陈述招来批评。这负面的印象一直延续到后来对特权议题处理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新闻进前针对6项民调结果进行平均计算，何锦丽支持度是47%，川普是48%，双方并无明显的差别。川普自称是拍败何锦丽比拍败拜登更加简单。美国媒体是后说这场大选是检察官甲重刑犯之间的对决。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。明加拉政府要甲3成公务员的税保留予军人的后代，这就引起少年人就街抗议。军警强硬镇压，是已经超过150人死亡。最高法院长就裁决，爱甲这保留的比例减少，要求甲政府是甲93派名额拢开放予一般的大众。不过，这抗议的学生并无满意，要求爱完全开放才会使，讲因是抗议到底。在政府下令宵禁，禁止集会了后，孟加拉首都打卡走路好亲像是平静未少。不过，游园营看到军警在现场，最高法院第1做出关键性的裁决，将公职保留职权的占比为56%，减少到7%，也就是93%名额拢对公众开放。Appellate Division Article 104 অনুযায়ী কোটা প্রথার একটি চূড়ান্ত সমাধান দিয়েছেন। সেই সমাধানটি হচ্ছে বর্তমান প্রেক্ষাপটকে বিবেচনা করে মুক্তিযোদ্ধাদের জন্য 5% থাকবে, সাধারণ কোটা থাকবে 93%。就是将政府将30%的公职配额保留予1971年独立战争军人囡仔措施，早伫2018年已经废除。不过顶个月法院煞恢复这项制度，结果引起年轻世代怒火。这个月以来抗议示威是愈来愈厉害，有人放火烧电视台总部，攻击大家，要求总理落台。军警是指控用实弹镇压，造成151人死亡。动乱局势清权，最高法院提早做出裁决，有关当局也讲会伫这几天来实施。不过学生团体表示，伫政府回应因的诉求进前，未停止抗议，因主张全面取消军人囡仔的公职配额制。
另外，伫印度想要考公职的人是愈来愈多，补习班内底客满，在听考古题的学生。今年30岁伫北方邦细找考生库马尔已经连续考9年，拢考不掉，有关无想要放弃。यह है कि गवर्नमेंट जॉब में सिक्योरिटी इसलिए हर कोई जॉब में ट्राई करता है यूं ही नहीं अपना कोई 8 से 10 साल गवाता कहीं पे 库马尔讲，伊继续挑战到32岁，这已经是接近公职年岁限定的35岁坎站。根据官方统计，2014到2022年之间，印度2.2亿个人考公职，考掉只有72.2万人，录取率不到3.3%，竞争是真激烈。公司新闻站回面评价。一礼拜5，巴黎奥运就要开幕啊！地主国法国安全界别是长顶针。这回开幕典礼是真特别，是伫咧塞纳河举办，是有史以来头一届伫咧室外举办开幕典礼，而且运动员是坐伫咧船顶游河入场。所以讲，当地政府就出动45000外警力来戒备，也佫有几落千个正规的军人加入。而且这阵又已经有真侪游客到地，所以讲各地景点维安嘛拢长严格。巴黎市中心除了栅栏路将世界封锁，一寡路边的户外咖啡座嘛，亲像安尼用铁栏杆封起来。不过，这毋是为着新冠病毒疫情的防城措施，是奥运开幕期间的安全警戒。Il y a 3 principales menaces. Il y a une menace dite contestataire, il y a une menace qui est plutôt liée à la criminalité, à la délinquance, et puis il y a la question du terrorisme. L'attentat de masse. Ça, c'est le pire des scénario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, c'est qu'il n'y a pas de réussite sans prise de risque. Mais que par contre, les prises de risque, il faut qu'elles soient atténuées par l'engagement de tous les moyens nécessaires. 这届巴黎奥运的选手游行，毋是传统大型比赛，由选手赛场一练，是坐船航行塞纳河差不多6公里，接受豪华观众的欢迎。所以法国军警双方对安全的维护，会当讲是真注重。已经安装完成的座位，由远警带特别训练过的警犬，用片来找出可疑的毒物。另外，根据法新社整理的这份维安地图，为埃菲尔铁塔倒边的开穴开始，一路经过卢浮宫、巴黎圣母院，再到奥斯特里兹车站正边的区域。其中上靠近塞纳河畔的区域是所讲的反恐区，除了有奥运专用的通行证以外，人甲车拢袂使入去。范围搁较大的红色区域，行人甲骑脚踏车的民众也必须要有特别核发的通行证才会使入去。而是礼拜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照惯例对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发表祈祷演讲，当然嘛特别提起特别举行的奥运盛会。Secondo l'antica tradizione, le Olimpiadi siano occasione per stabilire una tregua nelle guerre, dimostrando una sincera volontà di pace. 教宗伫祈祷文指出，为乌克兰中东到缅甸战争所带来的破坏甲死亡，大家看现现。战争无人会拢赢，教宗是希望奥运会当成为团结人心、走向和平的力量。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。乌克兰甲罗西亚已经这2年外，乌克兰这回也是有派出126个运动员去参加巴黎奥运。这寡运动员伫因国内训练的状况是真困难，因面临的是训练的场馆去互战火崩歹去，甚至有一寡运动员因是失去亲人。因犹原坚持出战，就是希望互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乌克兰的处境。咱做伙来看。为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来，今年30岁跳冠选手凯特琳娜，家己一个人行伫一般进行训练体育馆，伫俄军兵力控制之下，这辈环成长的所在已经真做拍远，过去的点点滴滴也步进心内。Звідси дуже такі приємні спогади мого дитинства, можна так сказати, і моє таке юніорське життя тут провела весь час. 34岁乌克兰田径选手安娜瑞雷科娃，上高是400公尺跨栏，顶一届东京奥运排名第5。今年伊会伫巴黎比赛场上，加用独立国家身份参加比赛，5国甲白俄罗斯选手拄做伙。伊每一个跨栏，毋但是为金牌之战，也是为争取全世界对乌克兰的认同之战。Виграти якусь медаль просто для себе, щоб бути там чемпіоном, щоб
реалізувати свої амбіції, це зараз недоречно. Зараз у нас інша мотивація. Ми виїжджаємо на змагання. Наші перемоги чисто для того, щоб привернути увагу до України, щоб більше звертати увагу журналістів, щоб ми підіймали знову питання війни.接八回奥雷克山德拉4岁时阵被正规教领导，有希望争取乌克兰体操的明日之星。伫奥运赢摕奖牌，暗过5军的空袭，互伊失去倒脚。即马伊家能将帕运金牌设定做家己的目标。根据乌克兰体育部数字，差不多有3000个俄国运动员伫俄乌战争期间自愿或者是被征调入伍，其中479人伫服役期间或者是伫平常生活当中死亡。俄乌战争2年半以来，乌克兰运动员面临真济挑战。就算安尼，今年巴黎奥运，乌克兰依然派出126个运动员参加比赛，参加项目有电竞、体操、骹球、柔道、小燕等20个项目。全真所比顶一届东京奥运155人较少，暗过伫战争阴霾之下，有乌克兰运动员参加，更较能显示战争残酷甲和平的重要。奥运的精神也更较有意义。公视新闻景环庆编辑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，世界通我是苏眉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